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大家今早返到嚟聖瑪利亞堂參加我哋主日嘅早堂聖餐崇拜。今日咧係經歷咗超過半年我哋教堂嘅修繕工程完成之後咧，第一場嘅崇拜，我哋咧特此獻上感謝。今日同時咧亦都係我哋教會年歷裏面嘅聖保羅受感化日。願意咧，我哋咧去學效保羅佢嘅模範一生嘅嚟到係去盡忠去跟隨侍奉基督，建立佢嘅聖教會，讓呢一所咧我哋煥然一新嘅聖堂可以成為咧喺銅鑼灣大坑咧去見證我哋上帝嘅愛同埋榮美嘅一個嘅場所。讓我哋咧翻開我哋嘅公禱書聖餐崇拜嘅部分，121頁。我等在天上之父，願父名被尊為聖。願父國來臨。願父子得勝。我等日用之飲食，宣
罪。不是我但進入幽窩，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者，永無窮盡。阿門，阿門。會眾請坐下或者跪下，我哋繼續祈禱。全能嘅主，凡人嘅心喺你面前將皆顯明，心所羨慕主皆知之，心所隱藏亦不能瞞主。求主賜聖靈感化我哋，使我哋心清意潔，盡心愛主，恭敬歸榮耀俾主嘅聖名。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請聽我主耶穌基督之言。耶穌話：主，我等之上帝唯一而已，爾等應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爾等之上帝。其次則愛鄰如己。一切律法同埋先知嘅教訓總結於此二誡矣。呢位親愛嘅主內弟兄姊妹，我哋應該喺全能嘅上帝面前謙恭認罪。我哋認罪祈禱。全能嘅上帝，我主耶穌基督嘅父，創造萬物、審判萬人嘅主，我哋向來全心言語行事多有過犯，大得罪上帝，干犯主怒。現今我哋悲傷哀痛，承認自己所犯諸罪。我哋因為此罪懇切痛悔，心內憂傷，思想我哋嘅過犯甚覺難堪，如負重擔，擔當不起。求最慈悲嘅父憐恤我哋，憐恤我哋，為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哋從前嘅罪，又賜恩俾我哋。自今以後改過自新，遵主聖意而服侍主，將尊貴榮耀歸於主嘅聖名。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全能嘅上帝，我哋嘅天父發大慈悲，應許將赦罪之恩賜予誠心悔罪、真信主而歸向主嘅人。現今願上帝為我主耶穌基督嘅功勞憐恤你哋，赦免你哋，救你哋脫離自己所犯諸罪，賜你哋行善之力，使你哋能得永遠嘅生命。阿們。請聽我救主基督安慰人心嘅說話：凡勞苦擔重擔者，可來就我，我將賜爾等平安。上帝憐愛世人，甚至將其獨生子賜之，使凡信之者不至滅亡，必得永生。又請聽聖使徒保羅之言：基督耶穌降世為拯救罪人，此乃可信之言，人人當悅服者。又請聽聖使徒約翰之言：若有人犯罪，則在父前有一中保，即義人耶穌基督，彼為我哋之罪作為挽回之祭。求主憐憫我哋。
願主與你哋同在。我哋要祈禱。上帝啊，你曾差遣你嘅使徒保羅傳道，使福音嘅光普照天下。我哋紀念佢所奇妙嘅感化，懇求你使我哋能遵行佢所傳嘅聖道，以表明我哋感謝你嘅心。藉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嘅主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本主日第一次經課係記載喺耶利米書第1章第4至10節，即舊約第1115頁。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尚未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唉，主耶和華，看啊，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年輕。耶和華對我說：不要說我年輕，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看啊，我已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這是上主的道。第二次經課記載喺《使徒行傳》第9章第1節至第22節，即新約第192頁。掃羅不斷用威嚇兇悍的口氣向主的門徒說話。他去見大祭司，要求發信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掃羅在途中將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一道光從天上下來，四面照射着他，他就伏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應該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他3天什麼都看不見，也不吃，也不喝。那時，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亞。他說：主啊，我在這裏。主對他說：起來，往那叫直街的路去，在猶大的家裏去找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
他正在禱告。在異象中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為他按手，為他能看得見。亞拿尼亞回答：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講到這個人，說他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款待你的聖徒，並且他在這裏有從事祭司長得來的權柄，要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對他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掃羅弟兄，在你來的路上，看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再看得見，又被聖靈充滿。掃羅的眼睛上立即好像有鱗一般的東西掉下來，他就能再看得見。於是他起來受了洗，吃過飯，體力就恢復了。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起往了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會堂裏傳揚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凡聽見的人都很驚訝，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就是這個人嗎？他不是到這裏來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裏去嗎？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在大馬士革的猶太人，證明這耶穌是基督，這是上主的道。願主與你哋同在。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記載喺聖馬太福音。於是彼得回應對耶穌說：看啊，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我們會得到什麼呢？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些跟從我的人，到了萬物更新，人子坐在他榮耀寶座上的時候，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將得着8倍，並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這是上主的福音。
請低頭誠心祈禱，願那口中嘅言語，我哋眾人嘅心懷意念，在上主面前得蒙悅納。禱告，藉賴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各位請坐。好耐咧都冇響呢一度嘅感覺啦嚇，咁大家咧就好似翻屋企咁樣嚇。咁雖然底下課堂都係我哋屋企嚇，咁不過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偏廳同即係客廳咧就即係當然客廳就舒服啲噶嘛，係嘛？好，今日咧就係顯現期嘅第3主日，但係咧喺教會年歷嘅當中咧，2月25號咧係定為聖保羅受感化日，所以按照禮儀嘅安排咧，如果2月25號咧係同主日重疊嘅話咧，咁今日咧係可以有2個選擇嘅。第一，我哋照做翻呢一個顯現期第3主日嘅崇拜，咁就將呢一個聖保羅受感化日咧，就移去翌日，即係聽日去做。咁當然另一個方法就好似我哋今日咁，就喺今日咧係做翻係聖保羅受感化日嚇。其實都好緊要嘅，因為聖保羅嘅受感化、悔改同埋回轉，佢成為耶穌基督嘅使徒，並透過佢3次嘅傳道旅程，係將福音係去廣傳。保羅對教會嘅擴展，特別係對西方嘅教會，對基督教教義嘅詮釋，對神學思想嘅建構，保羅絕對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佢對後世嘅基督徒係延至今日，你同我其實都係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所以就讓我哋今日從保羅嘅身上去學習。首先，我哋話今日係紀念聖保羅，咁但係今日嘅聖日咧就唔係叫做聖保羅日，係叫做聖保羅受感化日嚇。咁點解要咁強調感化咧嚇？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若果保羅未受感化之前係叫掃羅嚇，所以若果掃羅係冇受感化，呢個世界就冇保羅，咁啊何來有保羅日咧？係嘛？咁所以當我哋話去紀念聖保羅呢位嘅聖者嘅時候，我哋向呢位聖者學習嘅時候，其實我估第一樣嘢讓我哋去學習嘅就係被感化、受感化、受上帝嘅感化。其實好多時咧，唔知大家有冇聽咧？有啲人都話其他人咧，你都唔化㗎嘛嚇，即係大家都知點解㗎啦，話唔化嚇，咁即係話咧硬邦邦唔會轉彎㗎嘛。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上帝面前其實都係嘅，原本我哋都係硬邦邦叛逆上帝，都係唔化嘅嚇。但係上帝卻係願意去感化我哋，等待我哋每一個人去回轉。所以我哋今日話我哋去紀念一個咁偉大嘅聖者，我哋唔係去高舉聖保羅呢個餅，相反，教會嘅傳統去設立聖保羅受感化日，係叫我哋每一個信徒都要謹記，好似保羅咁樣，唔理我哋有幾叻，有幾多嘅學識，有幾重要，或者喺呢個社會上高有幾多嘅名譽地位，有幾多功勞都好，若果唔係先受聖靈嘅感化，我哋都不算什麼。正如果掃羅唔被感化嘅時候，呢個世界冇聖保羅，聖保羅又點去遵行上帝嘅道呢？所以今日喺我哋嘅祝文嘅當中，其實係講出咗嗰個嘅重點。祝文係咁講話：上帝啊，你曾差遣你嘅使徒保羅傳道，使福音嘅光普照天下。我哋紀念他所奇妙嘅感化，懇求你使我哋能遵行他所傳嘅道。所以各位主內嘅兄子，大家注意喺呢度係講先有呢個奇妙嘅感化，才使我哋能夠遵守聖道。感化、被感化，然後有能力去遵守聖道，
好似保羅咁樣。大家聽到感化呢兩個字，即刻會諗到咩呢？大家即係可能睇得即係電視多呢啲劇集啊即係警匪片啊通常咧即係好多法庭嘅片噶嘛，係嘛？一講感化咧，就梗係諗緊感化令啊、感化官啊，係嘛呢啲啦，係嘛？一定係聯想到呢一樣嘢嘅嚇。咁其實感化令係乜嘢嚟嘅咧？就係原來係俾一啲嘅特別係年青嘅人佢犯咗一啲比較輕微嘅罪咁法庭咧可以判佢感化令，係嚟代替呢個即時入獄嘅處罰嘅咁而喺感化令期間咧呢個假釋嘅人咧就要接受一個叫做感化官嘅監管嘅如果咧佢係喺呢一個嘅期間係行為良好嘅話咧，佢可以真係叫做洗底嘅咁令到呢個年青人咧第時揾工咧係容易啲嘅咁所以其實感化其實咧就係讓呢一個犯咗罪嘅人咧能夠真正有機會係去改過自新。可能你會覺得感化令都係俾一啲嘅犯咗法一啲壞嘅人嘅啫但係其實我哋諗下，我哋在座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其實我哋同保羅都一樣，我哋係罪人，我哋得罪咗上帝。所以當我哋受上帝嘅感動嘅時候，其實上帝都俾咗個感化令我哋嘅喎。我哋而家都係響上帝嘅感化令底下嘅喎，我哋都喺聖靈係做我哋嘅感化官嘅喎，去監管我哋嘅喎，係嘛？聖靈常在喺你心裏邊係提醒我哋，係嘛？叫我哋喂唔好喎呢一樣嘢係咪上帝嘅心意啊？其實聖靈真係我哋嘅感化官嚟嘅喎，佢係不斷嘅提醒我哋、教導我哋。所以正正就係我哋喺上帝裏邊，當我哋受聖靈嘅感化感動嘅時候，就可以叫我哋去知罪、認罪、悔罪、回轉、歸向上帝，再唔去叛逆上帝，而係去遵行上帝嘅道。大家唔好以為聖保羅係唯一一個上帝感化嘅人，先至能夠成為使徒，佢先至可以咁叻去傳道、去建立教會。但其實喺上帝嘅眼中，我哋同聖保羅或者係去受感化之前叫掃羅，其實我哋同掃羅冇分別，我哋都係一樣，都係先要受聖靈嘅感化，以至到我哋能夠除去舊我，能夠重新嘅成為基督裏邊一個新嘅人。所以當我哋成為基督裏邊新嘅人嘅時候，其實我哋諗下，我哋其實都係好似掃羅咁樣，當佢回轉嘅時候，當佢經歷咗上帝嘅感化嘅時候，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同保羅一樣，係重新出發、重新開始。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屬靈嘅成長嘅當中，其實保羅冇超前我哋嘅，大家其實都係喺屬靈嘅起跑線上高一齊起跑嘅，一齊起步嘅。所以保羅可以遵行上帝嘅道，我哋每一個受上帝感化嘅人，同樣喺同一條起跑線上高起跑嘅時候，我哋都同樣能夠去遵行主嘅道。而上帝卻係為我哋每一個人度身訂造咗一個標杆，讓我哋去奔跑。今日嘅書信係響《使徒行傳》第9章嗰度，係記錄咗保羅呢一個嘅佢受感化前下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嚇？掃羅佢之前呢係不斷係去逼迫信主嘅、跟隨主嘅呢啲嘅猶太人嚇，佢要求大祭司發俾佢命令嚇，去到處去捉人嚇，不論男女嚇。經文話佢哋都係將佢捆綁帶到去耶路撒冷。今日讀嘅係《使徒行傳》第9章，但喺26章裏邊，《使徒行傳》裏邊，保羅當佢為自己去辯護、為自己去講見證嘅時候，喺第26章，保羅係咁講嘅。佢話：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困在監裏，他們被殺，
我也出名定案。在會堂，我屢次用刑強迫他們說褻瀆嘅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嘅城邑。嗱，係掃羅自己講過嚇。掃羅咁樣去逼迫殺害當時主嘅門徒，其實諗下佢嘅當時嘅掃羅有冇錯呢？保羅回轉之後，佢點樣睇返自己呢？佢之前以為自己啱嘅事，但係如今佢發覺原來係做錯咗。保羅話喺腓立比書，佢話我出生後第8天就受割禮，我係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嘅人，係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係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係迫害教會嘅；就律法上嘅義說，我係無可指責的。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嘅緣故而當作有損。呢個係保羅去睇返自己嘅以往，原來一切以為好啱好對嘅事，呢一刻響主耶穌基督嘅面前，其實一切都係有損。論到掃羅嘅出生背景、學識，佢對捍衛祖宗信仰嘅嗰份嘅熱心，甚至乎去逼迫當時嘅基督徒。對於當時嘅掃羅嚟講，佢真係做啱嘅喎，佢真係覺得自己做應該要做嘅事嘅喎，無可指責。甚至乎掃羅佢自己話：我可以靠肉體去誇耀嚇，即係靠佢嘅出身啊、背景啊嚇咁優越嘅條件下去誇耀嚇。但係當掃羅佢係響大馬色嘅路上，去得見主耶穌基督嘅榮光嘅時候，由佢未認識耶穌、未接觸耶穌，到佢見到主耶穌顯出嘅榮光嘅時候，佢知道一切都係不再一樣。上帝係要定義呼召掃羅成為保羅，成為佢嘅僕人，去向掃羅顯出主耶穌基督嘅榮光。當有光去照射掃羅嘅時候，主耶穌向掃羅講話：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呢？我就係你所迫害嘅耶穌嚇。所以我哋睇到係主耶穌親自嘅係向佢顯現。主耶穌又點樣同我哋顯現呢？我哋回想最初，我哋點樣去認識主耶穌？點樣睇到主耶穌基督嘅榮光喺我哋身上照耀呢？我哋睇到當掃羅佢之後被呢一個光去照射嘅時候，佢乜嘢都睇唔到，係盲咗嚇。直至到上帝吩咐亞拿尼亞去按手喺佢嘅身上嘅時候嚇，佢就能夠看得見。喺呢度我哋睇到掃羅原先有眼可看，但係卻看不到耶穌。但係當佢看唔見嘅時候，佢心裏邊卻係真真正正見得到主耶穌基督嘅榮光。從前掃羅靠嘅係自己嘅能力，心眼卻是盲。如今佢卻係看見主嘅榮光，係靠嘅不再靠自己，而係靠加給我哋力量嘅主。今日我哋睇到聖保羅嘅受感化，其實我哋好多個人都一樣，可能有好多嘢好堅持、好執着，唔肯改。我哋都知道我哋好多一啲嘅習性嚇或者性格，可能都係做咗咁多年人咧，都基本上咧都好難改㗎啦嚇。但其實當我哋真係俯伏喺上帝面前，被佢嘅愛去感動嘅時候，我哋又會唔會去軟化、去受感動呢？
有一個嘅猶太嘅拉比，佢曾經咁樣講過嚇，佢話：我喺年青嘅時候，我希望自己能夠改變呢個世界。不過到咗成年之後，佢發覺我自己嘅野心實在太大啦，所以佢就改一改。佢話：我就希望淨係改變呢一個社會、呢個國家算啦。到咗中年之後，佢發覺其實都係唔係好做得到喎，所以佢又改變咗啦。佢就話：我希望能夠咧可以改變到我自己嘅家庭、我嘅家人，咁都唔錯啦，係嘛？但係當佢到咗老年嘅時候，佢發覺其實都好難改變人。而喺老年嘅時候，佢先至悟出一個道理。佢就話：原來其實如果我能夠再重新嘅再活一次嘅話，我會點呢？喺我年幼嘅時候，我先改變我自己。到咗我中年嘅時候，或者成年嘅時候，我就可以改變我身邊嘅人。跟住到我更加成長嘅時候，我可以甚至乎就改變呢個社會、呢個世界。原來改變唔係從人哋開始，係從自己身上係開始。掃羅逼迫基督徒，並唔能夠改變耶路撒冷、猶太傳遞、撒瑪利亞呢一個主耶穌基督要將福音廣傳嘅地土呢一個嘅事實。但係當掃羅被上帝感化之後，佢心意嘅更新，佢卻係先改變自己，佢卻係能夠改變呢個世界。藉着保羅，福音真係能夠從耶路撒冷、猶太傳遞、撒瑪利亞傳到地極。保羅受感化，去改變自己，以致能夠改變呢一個世界，讓呢個世界係響天父嘅恩典底下，能夠彰顯佢嘅榮光，讓更多人跟隨保羅嘅腳蹤，係願意嘅感化，願意嘅悔改，願意嘅歸向我哋嘅主，遵行主嘅聖道。讓我哋都一起學習聖保羅受感化嘅呢一個嘅經歷。阿門。會眾請起立，公禱書第129頁。我當信獨一至神。
弟兄姊妹，你哋嘅光應該照耀人前，讓人見你哋嘅善行，榮耀你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同唱奉獻詩紅色普天頌讚嘅158首。會眾請坐下或者跪下。公道書第131頁。我哋要為基督喺世上奮鬥嘅全教會祈禱。全能永生嘅上帝曾託聖使徒教訓我哋為萬人祈禱，懇切呼籲感謝主。我哋伏求主施恩，悅納我哋所獻嘅捐項，應允我哋嘅祈禱，時常感化聖教會，使凡奉主聖名嘅人，皆能遵守真理，同心合意，順從聖道，彼此親愛和睦。又求主救護
奉教嘅執政者，感化佢哋嘅心，使佢哋能依真道公正治民，賞善罰惡，扶持聖教。又求天父賜恩俾眾主教、陳歐明大主教、謝子和主教、郭志丕主教以及各聖品人，使佢哋行事傳教，皆能顯明主生命嘅道，亦能遵依聖法，施行聖禮。我哋伏求主引導同埋輔助凡喺各處宣傳福音嘅人，又以主嘅靈光照一切研究學習真道者，以致世界能充滿真理嘅知識。又求主將天恩賜俾主嘅眾民，更賜恩俾我哋喺聖瑪利亞堂聚會嘅人，使我哋恭敬聽從聖經嘅道，常記於心，終身聖潔，作事合意，誠心事主。又求主大發慈悲，安慰拯救喺世上凡遇災難、受困苦、有病痛、有欠缺並遭各樣禍患嘅人。呢個時候，我哋特別為欠安嘅趙美華、劉洪慧、施以平、陳玉燕、容利華、劉陳詠琴、李旭輝夫婦、葉李鳳仙、黃乃星夫人、簡瑞全、陳小明、陸業新、郭繼宇、廖思麗、吳正霞、羅金蘭、曾煥好、蕭慧文、梁天倫、袁衛國、達允華、趙寶琪祈禱。我哋又為已經去世、一生侍奉主、敬畏主嘅人，讚美主嘅聖名，特別紀念何國安先生、梁李德明女士。求主施恩俾我哋，能效法彼等良善嘅模範，可以與佢哋同享天國之福。懇求天父為我哋獨一無二嘅中保，我主耶穌基督應允我哋嘅祈禱。阿門。你哋若真實悔罪，與人親愛和睦，立志自身，從今以後遵主命令，行主聖道，你哋宜全信心領受聖餐，使你哋得安慰。要向全能嘅上帝恭敬跪下，同心祈禱。慈悲嘅主，我哋做主嘅聖壇前，不敢自以為有功可辭，為持主最卑。我哋即十聖桌下零碎，亦是不配。為主乃常施憐憫嘅上帝，所以現今求主施恩，使我哋能領受上帝愛子耶穌基督嘅聖體同埋寶血，以致我哋有罪嘅身體因耶穌嘅聖體得以潔淨，我哋嘅靈魂因耶穌嘅寶血得以洗清。如此，我哋就常居於基督之中，基督亦常居於我哋心內。願主與你哋同在。你哋應當心中仰望主。我哋應當感謝我哋嘅主上帝。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主聖父，全能永生嘅上帝，此乃理所當然，亦係我哋本分所當作。所以我哋與天使並天使長同眾天軍同聲稱頌主有榮耀嘅聖名，上讚美佢話：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軍嘅主上帝，主嘅榮光充滿天地，願榮耀歸於至上之主。全能嘅上帝，我哋嘅天父，我哋讚美主，因主大發慈悲，使獨生聖子成為人身，喺十字架上受死救贖我哋。耶穌喺十字架將己身一次獻上，為世人作完全嘅贖罪祭，又設立此聖禮，吩咐我哋常時奉行，以紀念佢為我哋嘅受死。耶穌喺被賣嘅夜晚取餅，祝謝，擘開，
分俾門徒話：你哋接此而食，此乃我嘅身體，為你哋所捨。你哋以後須如此行，以紀念我。餐後舉杯祝謝，遞俾門徒話：你哋皆將此飲，此乃我嘅血，即新約嘅血，係為你哋同埋眾人免罪所流。你哋以後當飲之時，須如此行，以紀念我。主天父上帝啊，昔日愛子救主耶穌基督曾親自設立聖事，吩咐我哋以後奉行。因此，主卑微嘅僕人現遵聖子嘅命令，將主所賜嘅禮物奉獻喺聖主之前，以為紀念救主耶穌嘅聖禮，而追念聖子寶貴嘅受難同埋受死、大能嘅復活同埋榮耀嘅升天。我哋復誠心感謝，因我等藉賴耶穌基督而獲得無數嘅恩賜。有復求慈悲嘅天父大發慈悲，垂聽我哋嘅祈禱，以聖潔同埋賜生命嘅聖靈，將主所賜嘅餅同埋酒分別為聖，並將我哋潔淨，使我哋喺接受餅酒之時，得領聖子救主耶穌基督嘅聖體寶血，俾我哋嘅身體靈魂得以強健而復甦。又懇求天父大發慈悲，歡喜收納我哋稱頌感恩嘅獻祭，又誠心求主施恩，令我哋同埋全教會嘅人，藉賴聖子耶穌基督捨身流血嘅功勞，得蒙罪嘅赦免，並得受諸般嘅恩賜。我哋現將自己嘅身體靈魂獻俾主，作合理潔淨嘅活祭，懇求主使我哋同領聖餐之人，皆蒙主嘅恩寵天福。我哋罪惡甚重，原不配獻與主，但我哋現今所行乃分內之事，懇求主歡喜收納，勿計我哋嘅行為，唯因我主耶穌基督饒恕我哋嘅過犯，皆賴我主耶穌基督祈求。主耶穌與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世世無盡。阿門。
公禱書第141頁，領受過主耶穌基督聖體寶血救贖我哋嘅感恩聖禮後，我哋一齊用感謝文祈禱回應話：全能永生嘅上帝，我哋誠心感謝，因主將聖子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聖體寶血賜俾我哋領聖餐嘅人，作我哋嘅靈糧，使我哋確知主喜悅我哋、愛惜我哋，並承認我哋為聯合於聖子奧妙身體中嘅肢體，愛基督嘅身體，即係眾聖徒嘅聖教會，亦使我哋深信，我哋直賴愛子為我哋受難遇害嘅功勞，而得有指望成為上帝永遠國度嘅後嗣。伏求天父施恩輔助我哋，使我哋常能居於聖會中，而遵行主所準備我哋當為之善事。但願尊貴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主，世世。我哋起立同頌榮歸主頌。但願在天上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主所喜悅之人。何等讚美主，聽眾主。我哋接受主嘅祝福，上帝賜你哋恩典去追隨列代嘅聖者，效法佢哋嘅信德、望德同埋愛德。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從今日直到永遠。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再一次歡迎大家翻到嚟聖瑪利亞堂參加我哋主日嘅早堂嘅崇拜。咁咧，我哋好開心嚇，喺大半年之後，我哋翻嚟聖堂，我哋一個好熟悉，一個咧我哋好親切嘅一個嘅聖所嚟到去崇拜。咁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係維持翻以前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地方咧係改善咗嚇，光猛咗啦。啲油漆新淨咗啦，等等。咁咧，我哋都好希望咧，睇下你哋有冇一啲嘅意見嚇。經過咗第一堂崇拜之後咧，可以俾翻你哋一啲寶貴嘅意見去我哋嚇，等我哋咧係去繼續係去執一執佢嚇。因為我哋仲有一段時間咧，師傅咧都可以咧幫我哋咧係繼續係去
去執漏嘅嚇。咁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咧，係可以咧繼續係提供俾我哋。係啦，咁咧首先喺度咧亦都係好歡迎當中係俾新翻嚟嘅或者好耐冇再翻到嚟瑪利亞堂崇拜嘅弟兄姊妹嚇。喺我哋嘅週刊嘅第9頁開始咧，有一啲嘅牧區消息先。下個主日已經踏入2月，咁咧我哋安排咗咧有牧區主任嘅就職嚇，其實會喺早午堂嘅崇拜裏面咧都會係進行嘅喺崇拜裏面。咁咧即係主教會嚟到當中係主持呢一個嘅聖禮同埋呢一個嘅就職禮啊，邀請各位咧係參加，亦都咧為住本人嘅喺呢一度嘅職事咧嚟到祈禱。第二則消息就係今日我哋散堂後咧喺5堂嘅散堂後咧會有1、2月份嘅生日會我哋簡單而隆重有啲小心意咧係致送俾1、2月生日嘅眾教友，希望大家咧到時係出席。然後咧第3則消息咧係傳道培育部佢哋有個團年飯喺嚟緊禮拜5㗎，咁我要代佢哋宣佈已經係壓滿㗎啦已經唔係取消咗係壓滿咁所以咧請大家咧就報咗名嘅要交費就去揾我哋嘅負責嘅同工或者咧傳道部嘅一啲嘅部員嚟到係去交付費用就可以啦期待住咧當天晚上有一個咧好開心嘅聚會。然後咧我哋睇下第11頁嘅2則嘅消息。首先咧就係話說咧我哋今年嘅復活節就早，因此大齋首日亦都早㗎，係咪啊？係啦，會喺2月18號，即係呢一個係大年初2嘅嗰一日嚟到係有一個嘅聖灰咁呢個公眾假期嚟嘅，因此咧我哋會下個星期我哋就會刊登咧呢一個嘅大齋首日、大齋期同埋聖週各個崇拜嘅一啲嘅日子俾大家去擲低先。咁咧當日咧會係喺北角聖彼得堂，我哋有東聯區嘅大齋首日聯合崇拜，下晝4點鐘就開始，又係公眾假期嚇。咁咧下個星期咧請大家就繼續留意翻呢一個嘅消息。咁我哋喺度咧就呼籲，若果你哋仲 keep 住上年嘅中資主日所派發俾你嘅中資咧，你可以咧帶翻嚟交俾我哋嘅我哋會將佢咧焚燒成灰，喺聖灰日就塗喺我哋眾人嘅額上。另外一則消息就係咧，本週2至4，香港島教區嘅眾位聖品咧都會去到內地有一個3日2夜嘅學習團，係啦。咁咧，所以我同劉牧師咧都會不在香港嗰3天，希望大家留意。最後咧，我就想講，我哋有成大半年咧，好被縱壞咗，就係咧，我哋印晒啲聖詩嘅歌詞經文喺晒嗰本嘅週刊嗰度咁所以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可能你哋有點而係手足無措㗎，因為要翻開你哋嘅詩歌書崇拜禮文同埋聖經咁咧，其實咧係嘅，可以鍛鍊翻我哋嘅即係咁希望大家去慢慢適應翻啦即係去你哋可以好快其實睇到我哋要唱嘅4首聖詩咁可以預早翻開定嗰首歌啦嘅位置啦咁禮文書又係啦，即係其實都順住個次序，唔係好難追蹤嘅。咁咧揭聖經嗰度咧，反而我想同弟兄姊妹講就係，我哋不一定要鬥快揭到嗰頁睇住嚟聽讀經㗎。其實我哋個讀經員咧，佢哋準備好充足，你見佢哋每次都讀得好清楚㗎其實我哋會聽到㗎，所以你哋其實可以咧安坐，唔使再翻聖經，即係好似好忙亂咁樣。你哋就安坐喺個位置嗰度不論係讀幾次嘅經課，或者係聽我哋福音員去
宣讀福音呢，其實你哋都可以就咁洗耳恭聽，唔需要咧一定要打開聖經嚟到睇住去聽或者讀嘅嚇。咁希望咧大家不妨參考下我呢一個嘅即係提議嚇，試下咁樣嚇。好，現在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結禮聖詩。